平地有聲有聲有聲。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呢個馬年第一集嘅平地有聲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要討論一個睇翻轉頭少少關於2025年嘅澳門劇場嘅現象。咁點解會有呢個題目咧？主要係因為我哋喺2026年嘅1月底啦，咁澳門劇場文化學會就舉行咗一場，即係邀請藝評人一齊嚟參與嘅，叫做一言難盡從演出到現象2025澳門劇場回顧嘅一個分享會。咁喺呢個會上，我哋當日嘅藝評人有出席嘅，都有各自去討論到一啲2025年即係咁多位藝評人，大家覺得有一啲好值得討論嘅演出啦咁樣。咁除咗演出之外咧，其實每一位藝評人喺出席呢個分享會之前咧，都有提到一啲佢哋經過咗即係全年嘅觀察啊，去留意澳門劇壇嘅時候咧，有見到嘅一啲現象嘅。咁其中有一個現象咧，我哋今日就邀請咗其中一位藝評人，就係阿碧大碧君喺度啦。咁就請阿碧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佢自己對於2025年嘅澳門劇場嘅一個少少嘅觀察。咁首先歡迎阿碧先，多謝你今日嚟到呢度。Hello， 大家好。Hello， 係啦。咁係啦，咁頭先都聽翻你講翻啊，其實係我哋都即係對呢個 topic 係有啲興趣嘅。咁我自己開始留意佢到再思考嘅時候，其實我發現其實佢係一個文化現象嘅起點嚟嘅啫。係啦。咁阿碧同埋我即係我哋而家喺度討論嘅呢個咁重要嘅現象係咩咧？就係因為阿碧就睇到喺2025年嘅時候有一個關於創作者外流同作品外移嘅雙重真空一個咁樣嘅狀態。咁具體點解阿碧會睇到呢一個現象咧？或者佢自己喺2025年嘅觀察係啲乜嘢？發現澳門嘅劇場可能創作者會慢慢陸續咁樣可能離開澳門，喺其他地方有唔同嘅創作去誕生啦，又或者澳門嘅作品慢慢去外移去其他地方啊。咁其實係你見到啲乜嘢令到你產生咗呢一個覺得呢個係一個突出嘅現象咧？喺2025年嘅時候。某程度係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會睇到咧，有一啲本身都好活躍喺澳門嘅藝團咧，其實漸漸佢個演出數量咧係減少咗。但係咧個藝術創作者啦，或者個團隊啦，或者表演者，其實佢哋唔係冇作品嘅，而係佢哋嘅作品咧，可能已經係喺外面嗰度咧慢慢陸續上演啦，或者係去到外地巡演，或者係參與咗其他地區嘅一啲孵化計劃啊咁樣啦。呢個係睇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喺我哋澳門嘅場地個嘅情況度咧，其實係好多時會hold起咗啊，因為我哋等緊一啲新嘅外地嘅節目咧，喺一啲節慶裏面要入嚟。咁其實當個場地冇嘅時候咧，咁其實某啲作品佢想呈現嘅時候都會有出去。咁所以其實喺嗰啲數字上面啊，或者睇到大家即係演出個狀態，其實都會感受到，好似真係人啦，或者作品咧都未必睇到。有冇一啲具體嘅例子係你覺得可能早幾年喺澳門一啲比較活躍嘅創作人，或者會持續喺澳門發表佢哋自己嘅演出啊創作，咁但係可能到咗25年嘅時候，好似慢慢唔好見喎，或者見到佢哋作品好似喺外地上演多過喺澳門，有冇一啲具體嘅例子係你睇得到嘅咧？咁我會覺得有明顯嘅重心外移咧，就係滾動快女另類劇場啦。咁其實佢哋之前都喺路環即係駐紮咗7年幾，咁其實都經營咗澳門戲友館都有5年幾。咁但係因為好多原因啦，佢哋都即係結束咗戲友館。咁而睇翻佢哋自己今年個回顧，即係營業嘅時候，有啲數據其實佢哋攞咗出嚟擺咗喺佢哋 social media 嗰度。其實都睇翻，其實佢哋明顯就有一個重心外移，譬如佢哋即係25年嘅1月已經喺美國芝加哥嗰度做緊一啲即係咩麥卡2.0嘅首演啊，或者係佢哋6月嘅時候都將海賊婆拎咗去廣州度巡演啊。10月喺上海做緊重重嘅倉鼠啦，雖然重重嘅倉鼠都有喺澳門演出，但係同步地其實嗰個都幾係關乎即係創作人本身同上海個 connection， 包括喺嗰邊做教學啊各樣嘅嘢啦。而11月亦都將早年即係引進澳門啊 David Plus 嘅一啲作品咧，一齊喺昆明嗰度有啲新嘅合作，好睇到其實佢哋真係喺澳門嘅作品可能得2個咁
上下嘅項目喺澳門真係發生嘅啫。而頭先上述講一大堆都係喺澳門以外嘅地方發生，咁就感覺佢哋嘅愛意咯，個重心愛意。而另一個譬如好似石頭公社啦，咁 Auto Fresh 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即係澳門嘅戶外藝術節啦，講緊唔同朋友仔嘅一啲戲劇啊，或者係文化藝術嘅參與。咁第二年都係去咗橫琴嗰度發生。咁呢啲都係會睇到即係呢個藝團裡面一個比較佢哋擺得叫做核心嘅項目，佢已經唔喺澳門發生啦。而同步地晚潮啦、照顧者咧，亦都係喺大灣區巡迴演出。咁呢啲都係一啲以兩個藝團為例嘅睇到藝團嘅一種傾向啦。咁第二樣嘢就個人上面，咁有一啲都因為就住一啲即係生活上嘅選擇啊，或者政策嘅一啲吸引力啦，或者進修嘅原因都唔係澳門嘅。譬如講緊中國嘅 Lada 啦、陳雅靜啦，雖然佢都有翻嚟演下李啟照啊，都好受歡迎、好好嘅作品之外，其實好多時候佢已經喺嗰邊即係生活嘅，亦都學習嘅啲新嘅技能啊、戲偶啊，亦都將會引進青蛙球王喺台灣演出啦。咁或者係我哋講緊阿靈芝啦、靈芝咁都喺嗰邊進修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人才，可能佢有一個成長過程，佢會短暫離開我哋呢片土地，但係佢翻唔翻嚟我哋真係唔知，或者佢翻嚟之後會有啲咩轉變，即係期待咯。所以就一開始頭先第一句講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文化現象嘅一個起點嚟嘅。係我諗譬如我哋即係一路以嚟都會見到有好多無論係劇場工作者或者藝術工作者啦，即係都會喺可能外地進修，或者外地會揾到唔同嘅機會，跟住然之後會即係暫時跳出澳門，跟住去外地發展，或者有其他新嘅一啲可能性咁樣啦，喺佢哋嘅創作生涯裏面。以你頭先講嘅兩個例子，因為我覺得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以滾動快女為例，可能佢哋的確而家成個重心未必喺澳門啦，即係包括佢哋自己嘅生活啊，或者佢哋嘅創作。都好多時間未必會喺澳門，而喺石頭嗰個 case 咧，我又會即係可能相對地聽落會有啲唔同嘅，可能係其實佢哋都有持續喺澳門有一啲製作會上演啦，而佢哋即係幾位核心成員，佢哋即係主要嘅工作或者創作嘅基地，似乎都仲係喺澳門，但係就喺可能橫琴或者其他大灣區嘅地方會有一啲新嘅演出機會，佢哋就會去試下，因為譬如好似佢哋嘅100小時，好似舊年都有去到深圳。又再去有啲新嘅版本咁樣，即係聽落就係兩個唔係幾一樣嘅狀態嚟嘅，係啦，即係一個係已經外移咗，另一個可能係一樣嘅演出，但係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去做 tour 咁樣。咁其實頭先阿碧都有講到一個好重要嘅有機會令到即係澳門嘅演出慢慢外移嘅原因就係澳門嘅場地似乎係有啲限制。因為我哋見到其實近呢1-2年都好多人都會留意到㗎啦，相信而家睇新演出都係去文化中心㗎啦，因為其他可能前幾年會常規被利用嘅一啲公共部門嘅空間，咩法院啊、海事工房呢啲全部都冇晒啦，咁基本上都會去文化中心去睇戲劇演出咁樣。咁又好多時咧，亦都聽過唔同嘅團體去反映，就係一啲大嘅場館可能因為已經被主辦單位或者即係文化部門已經 hold 起咗，因為佢哋有其他嘅演出要帶入嚟啦咁樣。你覺得其實呢啲澳門嘅硬件條件嘅限制，會唔會其實都影響咗藝團自己去選擇場地發表自己嘅作品？當然都會有影響啦。咁如果我有一個作品好想做，但係我連一個空間咧都揾唔到嘅話，其實咁就唯有行遠啲咯。即係呢個都會係一個幾明顯嘅一個影響嘅因素。而另一方面就係當你嘗試咗一啲譬如一啲新啲嘅場地，譬如話博企裏面場嘅時候，其實你會發覺其實都有啲水土不服嘅時候。即係其實我諗澳門人都有掙扎過嘅，即係都唔係話完全第一步就揀踏出去出邊，但係適應嘅過程當中都會好多困難啦。咁而即係仲有其他大灣區城市有其他嘅條件啊，或者硬件可以支持到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大家會有一個吸引力啦。而另一方面就係話，其實你當個作品外移咗之後，大家觀眾對呢個所謂澳門呢個品牌啦，或者呢個異地嘅一種
期望啊，或者係對佢嘅想像，都會具有一個觀眾方面嘅吸引力嘅。同埋即係以我自己個人經驗都有隨團出去做演出嘅時候，都會真係發現，即係喺外地觀眾嗰個培養啊，或者嗰個鞏固性啊，或者觀眾對翻藝團啊或者創作者嗰個回饋程度咧，又的確係有啲同澳門唔同嘅，佢哋會比較有多啲嘅迴響啦，佢哋會有多啲嘅感受，會好主動咁樣同翻藝團或者創作者去分享。呢一個部分其實都係一種情感連結嚟嘅，佢唔係淨係一個即係硬件都係一個條件，但係喺情感連結上都係一種新嘅一種感受咯。咁就呢個都會令到藝團可能會有咁嘅選擇性。咁另外就係頭先都你講到就係話佢可能係一啲假期出現嘅情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恆常化嘅話，除咗頭先講過提及過嘅個可能曉角啊，都會係一個比較已經係恆常化嘅一個團體，佢哋比較成熟地已經培養咗喺譬如大陸嘅有一系列嘅作品嘅演出，同埋佢哋有一班嘅觀眾群㗎啦。咁佢哋對於即係內地嘅嗰啲硬件嘅場地啦，同埋觀眾嘅嗰個族群，甚至可能係成個文化層，佢哋嘅熟悉程度都係好高嘅。佢哋已經比較成熟，比較穩定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資源上亦都有多啲唔同嘅機會嘅。譬如資源裏面講緊喺大陸啦，咁其實可能佢有好多比較商業背景嘅一啲資助嘅計劃或者支持嘅計劃，都係對澳門嘅朋友嚟講其實有啲吸引性，因為可能你要開展一個項目，其實即係前期嘅資金啊，或者本身製作嘅投放都唔少。咁如果有一啲多啲嘅，即係可能商業上譬如真係個場地啦，或者宣傳上嘅支持，或者係成個孵化嘅資金嘅支持，其實對創作嚟講都係一吸引力。譬如好似蛇口戲劇節咁樣，其實佢可能後面都講緊，可能會聯動到有商業嘅部分，包括地產嘅項目嘅一啲喺場地上面嘅支撐。咁呢啲都係對於創作人嚟講，其實係有一啲新嘅嘢可以探索咯，未必係話完全好大嘅吸引力，或者完全係好着數嘅，可以咁講。但係喺嗰個過程當中，你唔試過，你都唔知道係咪真係啱自己。即係都要試過先知係咪真係水土不服，定係話已非常之無縫銜接咁樣。係。我估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澳門嘅市場又少啊，跟住又即係做劇場嘅朋友又好多時都會越嚟越覺得買票好困難。點解啲觀眾去晒邊？點解大家都唔係好想入劇場啦？即係推得好辛苦咁樣。咁所以我估你頭先講嘅，即係包括更加熱烈嘅觀眾迴響啦，你有機會接觸多啲觀眾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發表自己嘅作品，俾更多人睇到自己做嘅嘢，我覺得都係一啲好吸引嘅。即係對於創作人嚟講，一定係會覺得好有一個吸引性，或者好想試下咁樣。咁但係因為你嘅身份又好特別啦，除咗藝評人之外，你自己亦都係自己有一個藝團嘅負責人啦，你亦都會做創作、做演出，又會做好多行政嘅工作咁樣。咁頭先你哋都有提過，即係有試過隨團去大陸其他嘅城市去做演出啦。嗰個實際嘅環境又係咪真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哇好正喎，試下啦咁樣，即應該相信多少都會遇到一啲同澳門好唔一樣嘅狀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嗰個過程？係，其實咧個過程都係真係好需要適應啦，同埋好需要耐性。因為所有嘅一啲做法啦、啲文化啦，都係同喺澳門唔同。其實可以講係話即係澳門嘅規範性冇咁強嘅，即係我哋可能係一個即係頭先咁講，我哋細嘅地方，我哋有啲細啲嘅規模嘅嘢。但係當我哋搭咗個大啲嘅地方，有更加大嘅規模、更加多嘅層架喺行政上嘅走嘅流程啦，或者我哋需要報備嘅嘢啦、準備嘅嘢係更多嘅。即係可能講緊我哋要試用一個新嘅場地，佢唔會話所有嘅硬件啊都齊晒俾你，可能你逐樣咧都要去申請，或者再去租用嘅時候，我重新摸索嗰個新嘅城市，裡面嘅資源究竟喺邊度，而可能。講緊好似橫琴咁樣啦，都係今年一個比較應驗年。點解呢個現象會特別？因為其實都一陣間可以講下，佢後面有個資助政策嘅原因。咁但係好似入去橫琴咁樣，可能我哋從來都未用過佢嘅場地，用嘅時候咧先知道唔係外表睇起嚟咁容易嘅，而係你真係重新要摸索翻佢所有嘅一啲，譬如消防啊。
即係嗰啲保潔人員啊，都要按翻你所有規模去做唔同程度嘅安排。呢啲可能係開支係我哋澳門裏邊其實冇諗過，因為你喺譬如文化中心咁樣，我哋從來都唔會諗我哋要幾個保安咧，有幾多個清潔姐姐咧，即係可能我哋有一啲其他嘅場地，以前有多啲其他場地，我哋仲會諗都要揾清潔㗎，或者揾保安嘅，或者呢方面。但係當你去到個官方場地嘅時候，你就唔會咁諗。但係去到橫琴啦，咁你重新都要適應翻晒所有呢啲嘢，仲要譬如好似消防局，你仲要自己畫埋消防圖嘅，冇生嘅，跟住你仲要參加呢個消防嘅演習嘅，咁你就要派一啲成員去參與嘅，咁呢啲都係我哋重新適應嘅，咁或者場地本身連可能安排quick change 嘅地方啊，或者食飯嘅都冇一個硬件嘅空間俾你，咁你都要重新再安排所有嘢去適應咯。咁都要講緊係同唔同嘅新嘅合作單位去慢慢去摸索去磨合，所以其實當中個心力咧其實都非常之消耗，所以嗰個行政嗰個付出係好大嘅。仲有另一方面就係稅務問題。即係我哋喺澳門啦，其實都唔會涉及到太多稅務嘅問題，即係都係年底或者年頭報下稅呢啲。但係每一個製作喺即係我諗澳門以外地方都要行稅制，都係我哋重新要適應翻。我哋究竟藝團有幾豐富嘅框架嘅資源去適應？我哋有冇個專嘅部門去做，定係一個監製定晒所有嘢？即係呢個都係好實務嘅事咯。其實一個當幾個打。係啊。明白，所以即係要額外，又唔係叫額外，應該話比澳門要做嘅行政工作更加多，或者因為係完全唔同文化嘅，可唔可以叫完全唔同文化？至少可能工作文化好唔一樣啦。係，所以就可能藝團喺呢方面嘅投入要更加多。係㗎，因為譬如好似演出咁，我哋可能要同一啲即係公安啊、派出所，以前我都唔知原來公安同派出所係兩件事嚟嘅，即係要真係你踏足過咧、體會過就知道原來當中係有好多細節咧喺度我哋自己係學習緊。因為喺澳門，我哋係一個即係適應嘅土壤，但係我哋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嘅時候，我哋彷彿要行翻比較正規嘅時候咧，我哋翻過嚟，我自己會覺得原來喺澳門都有啲幸福喎。係。已經被照顧得太好啦，平時某程度會有咁樣嘅感受，係。講翻頭先即係阿碧有提到嘅嗰個橫琴嘅資助啦，其實就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文化事業發展扶持辦法，呢個係嗰個資助計劃嘅一個即係全稱啦。咁佢喺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即係透過政策去支持，希望澳門嘅一啲品牌文化活動可以喺橫琴深合區嗰度舉行啦。咁佢嗰個申請嘅條件咧，就係話只要喺申請日之前3年之內係獲得澳門特區政府無償資助嘅文化活動，咁佢哋咧就可以即係呢啲文化活動咧就可以通過所謂嘅一節兩辦或者一展兩地嘅方式，咁就將呢啲活動延伸到去合作區嗰度舉辦。而佢哋可以得到嘅資助咧，就係按照澳門特區政府嘅資助金額1:1嘅比例資助，即係假設嗰個演出或者嗰個展覽喺澳門係攞到30萬計啦，即係話如果係有30萬嘅話咧，而去申請橫琴嘅呢個文化辦法，而對方又即係通過咗啦，你可以嚟做嘅話咧，橫琴嘅政府係可以提供到1:1嘅30萬嘅資助。咁但係即係當然係有節稅嘅問題啦，就唔係30萬人民幣俾你，即係會折翻啊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即係我哋頭先有傾到，就話有可能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去推動到2025有好多可能係戲劇啊、舞蹈啊或者視覺藝術嘅展覽咧，都陸陸續續咁樣去到橫琴嗰度去做表演啦，咁樣即係或者喺橫琴嗰度做到。咁阿碧你自己點樣睇？即係資助政策點樣去？即係某程度都係改變咗一啲藝團嘅發展嘅方向、發展嘅策略，又對澳門嘅藝壇或者你見到嘅一個劇場現象又產生咗一個點樣嘅
影響咧？咁其實個影響我覺得都大嘅，特別即係2025頭先你提到佢咧第一年啊嘛，係，所以咧大家真係一個即係試水溫嘅一年啦。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嗰啲困難都係慢慢係高一年去磨出嚟試出嚟。咁而佢個政策配套咧，其實真係鼓勵澳門嗰個品牌其實係即係用文化呢一個過程啦，就係延伸去橫琴，因為橫琴其實佢哋都想有多啲文化活動去發生，咁所以就引進澳門啦。而我覺得其實嗰個當初接觸到章程嘅時候，我感覺個吸引力係幾大嘅，因為你基本上喺呢一度備受認可，就等於喺佢嗰度都備受認可。當然都要即係做一啲申請嘅過程啦，即係有啲 presentation 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上到去嘅時候咧，即係執行其實係由零開始嘅。由零開始嘅意思係，即係由個場地嘅接洽開始，都會自己傾啦，係啦，幾時嗰個期係幾時嗰啲咁樣。係啦，自己揾所有嘅嘢。而另一個新嘅方向咧，就係必須有一間係橫琴嘅註冊公司同你去合作，你先去申請。所以個申請唔係由藝團自己去交嘅，其實係由一間在地公司去交嘅。但係呢個公司都係自己揾翻嚟尋覓嘅。係啦，咁咧其實咧佢有趣係佢有搞過啲分享會咧，咁喺嗰個現場都可以配對下嘅，即係你自己識人，或者有人會走過嚟識你。OK， 呢件事多唔多呢啲公司喺度？即係應該就會應運而生，有好多類似嘅公司會同澳門藝團合作㗎。都會有，或者本身已經有一啲即係比較早踏足橫琴嘅朋友，佢已經可能喺嗰邊有公司，或者都某程度都鼓勵咗藝團會唔會喺大陸開一間公司，或者喺橫琴有個駐紮點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頭先講到話個影響性，其實除咗真係個作品嘅落地之外，其實係更加喺個文化現象上可能會做到一啲新嘅火花，就係呢啲位咯。咁因為中間你要套咗一間即係叫做商業嘅機構喺度，所有嘢就唔會再係好似澳門咁樣。我哋有時好多都好即係自己好似一家人咁樣閂埋門插掂佢嘅手作業，把手咁樣。係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手作業咧要變成一個真係商業運作，規範所有嘅數。頭先講稅務啊，或者呢啲進帳出帳嘅嘢，甚至包括你賣嘅每一張飛都要有正規嘅一個售票網。先會承認嘅，唔可以拍下膊頭喂，Sarah幫我留張飛，咁嗰張飛嘅數就唔計㗎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即係重新去適應嘅方式咯，即係從尋覓資源到真係落地，跟住再個作品完成之後嘅一啲延伸。頭先講到關於觀眾嘅培養，定係話我唔培養㗎啦，我嚟咗前後，真係太困難，下次唔玩啦。咁其實呢當中都有好多嘅選擇，其實係即係左右緊藝團或者即係澳門嘅創作人點樣再睇下一步。所以我覺得即係2022年嗰個關鍵性會喺呢個位置咯。咁我自己都有同一個文化團體有一個作品係即係帶咗去即係橫琴嗰個做演出，咁所以其實當中個體驗就會有比較深嘅感受，就係呢啲部分咯。我想問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即係覺得帶澳門嘅作品出去，咁就可以可能令到更多人睇到澳門創作人嘅一啲藝術嘅成果啊，或者其實澳門人會中意睇啲乜嘢啊咁樣。咁但係嗰啲作品有冇話即係必然地可能要同澳門嘅文化多一啲關係，對外地嘅觀眾或者內地嘅觀眾嚟講係會更吸引嘅？我好似了解多咗關於澳門喎，定係其實都唔係好關事啊？即係總之係個戲嘅本身或者個作品嘅本身嘅水平係或者嗰個藝術形式，譬如舞蹈啊或者嗰樣嘢，即係佢唔完全係要講好多所謂澳門故事嘅，定係即係會唔會有話邊一類作品可能對佢哋嚟講會比較吸引？如果喺個即係資助章程裏邊，佢當然想我哋有多啲帶到即係澳門作為大灣區元素啦，甚至即係如果你以橫琴作為一個基地去創作，可能都一個好好嘅事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以長遠啲去諗，譬如好似我哋即係跳開淨係呢個1:1計劃嘅話，譬如去到即係好似成日戲劇節啊呢啲嘅話，其實都會好多樣性嘅。即係有一啲我哋當然就係話係澳門嘅作品，觀眾有一個期待。頭先咁講，佢會幻想澳門作品我未睇過喎，入場睇下先，睇下佢嘅形式啊，或者睇下佢會講嘅議題係咪真係符合一個特區嘅模樣咧咁樣。咁但係可能有一啲創作者，譬如好似袁一豪啊，或者Connie 啊咁樣，佢哋即係已經好長時間喺嗰度啦，或者係梁順宇佢哋咁樣好多時間喺參與喺呢一啲孵化計劃裏面。其實佢漸漸已經成為一個個人嘅藝術家嘅時候，其實佢嘅即係所謂嘅澳門嘅呢個形象係咪
對於觀眾嚟講係唯一嘅吸引力咧。我諗佢哋已經係用緊作品去講嘢啦，即係其實佢自己已經慢慢建立緊佢自己嘅風格，或者觀眾睇到咦係呢一個創作人嘅作品，佢就有帶住對於呢個創作人作品嘅期待更多咯。呢個都係慢慢由一個外面移植入去，然後慢慢成為一個更加即係生根嘅狀態。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都會有唔同嘅面向，亦都好睇下個藝團點樣去宣傳嘅。即係講好似曉角嘅作品嘅話，我覺得佢都會比較帶有就係一個澳門嘅情懷，係啦，或者好似中藝創作作品《月29》喺澳門嘅迴響好好，咁所以佢帶去國內做巡迴嘅時候，個迴響或者係個宣傳上都會比較聚焦喺呢部分。但係可能有啲團體嘅作品，譬如之前我哋有一個作品我跟社團公司去做嘅照顧者，咁佢一個嘅普世啲嘅議題嘅時候，佢就唔單止淨係講緊澳門嘅照顧者，而係佢講緊裡面有更加多可能人性嘅嘢喺裏面，有啲共通嘅。係啦，咁所以入邊都會睇到就係話關於嗰個語境嘅點樣嘅銜接，即係我哋係我哋喺澳門嘅講緊嘅嘢喺內地再講，或者喺外地再講，好似《滾動快女》嘅《Made in Macau 2.0》咁樣。咁佢喺美國再演嘅時候，咁佢係一個點樣嘅語境咧？咁大家係帶住點樣期待去睇？又或者當啲作品喺外面創作出嚟嘅，佢哋喺澳門都未演過嘅，咁我哋澳門人有冇一個失語感喺當中？即係呢個都可能係未來可期嘅一啲有待討論嘅現象。我諗咧，因為我哋頭先講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有一啲澳門嘅創作人或者作品會外移去俾更多外地或內地嘅朋友去睇到。咁然之後咧，另一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內地嘅作品通過一啲主辦單位嘅安排，咁就俾我哋多咗機會去睇咗可能嚟自大陸嘅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係我哋以前未必有咁多機會會接觸到嘅。咁其實呢個現象，即係特別係話澳門作品往外呢一件事啦。因為其實我諗歷年以嚟或者一路都其實係常見嘅，即係不管係大團或者細團都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做交流啊、表演啊。即係近嘅可能係香港、台灣、大陸，跟住遠嘅話可能即係日本、韓國甚至加拿大咁樣，其實都有唔少嘅團體去做過。咁今年即係我哋特別要去為2025年嘅呢一個現象去咁樣討論，你覺得過往嘅嗰種交流嘅方式同今年或者25年我哋睇到嘅呢一樣嘢，有冇好大好明顯嘅唔一樣？或者你自己即係以藝評人嘅角度、藝評人嘅眼睛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對於成個可能澳門劇場環境嘅培養，或者即係觀眾嘅培養，成個觀演嘅文化，佢有冇帶嚟一啲特別大嘅衝擊，令到你係會覺得哦，好似頭先講咁樣，我哋係會可以再觀察將來又會向一個點樣嘅方向發展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啦，講到譬如1:1呢啲資助政策，其實佢首先都要得到咗澳門本土嘅資助，作為一個入門口先嘅，咁佢先可以入到去橫琴或者其他地方。咁所以其實即係澳門依然佢係創作人心中佢係存在一個地位，咁大家依然會在乎喺呢一度係咪得到認可。但係可能呢個門口打開咗之後，就開始往外㗎啦。往外之後，佢哋點樣喺外面即係生長，然後吸收咗啲新嘅養分。頭先提到就係話，可能觀眾嘅嗰種迴響性啊，或者嗰啲場地更加好用啊，或者佢會遇到更多機遇啊，其他更加多嘅邀約嘅巡迴演出啊，呢啲係即係我哋永遠留喺澳門呢個地方咧，好難遇得到。咁但係佢會唔會喺外面一段時間生長咗之後，佢會再回流，即係重新重植翻入呢個土地就唔知。但係呢一個時間短暫嘅離開，我哋所謂叫做缺席咗係現場嘅呢段時間，其實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咯，有外面嘅入嚟啦。譬如好似都舊年真係有個第5屆嘅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咁樣，其實都帶咗12個作品。其實澳門本身嘅作品唔係好多，大橋道理跟住雙冰雪嘅導彈同伴班之外，都係有外面嘅作品，譬如可能有啲中法合作嘅作品啊，海底兩萬里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即係兒童劇嘅又好，粵劇嘅又好，或者歌舞劇嘅作品都好。咁12個作品裏面，澳門係佔2個啫。
咁即係等於觀眾有一啲新嘅選擇，係多咗啲新嘅選擇，係亦都好似開頭咁講，因為好似呢啲大嘅文化節慶裏邊，我哋 hold 起咗一啲場地，我哋引入咗新嘅嘢，觀眾個口味可能會轉變嘅，因為觀眾嘅培養其實都好講佢哋睇慣啲咩㗎嘛。即係就好似啲韓國女團咁，即係即使有啲退役咗，佢新嘅女團都揾翻啲面孔同舊嘅女團有多少相似，即係令到嗰種容易入眼啊，或者嗰種去熟悉嘅感覺係容易產生。咁所以慢慢地，如果我哋頭先講到就係話喺澳門呢個資助政策嘅門口打開之後，我哋嘅外團從一個短暫缺席變成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缺席，因為可能機會多咗啦，佢少時間翻轉頭嘅時候，佢哋嘅作品會唔會成為我哋本土觀眾嘅一種陌生咧，一種重新要再睇翻呢一啲藝團嘅時候，會有一種陌生感，或者覺得好似其實佢哋講嘅嘢都唔關我哋事，佢哋都唔需要我哋即係呢度嘅觀眾，即係可能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我有個咁樣嘅想像喺裏面咯。所以對於觀眾培養嚟講係會有一個影響嘅，因為場地就係咁多，日子亦都係咁多。觀眾可能入場嘅動機都係得咁多，但係我哋換緊，可以話換緊血啦，我哋咁講啦，我哋換緊一啲新嘅嘢，所以其實係一個文化現象嘅開端嘅原因，佢就係一個咁樣轉換嘅啟動，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好似阿順嘅或者阿一號咁樣係成日去嘅字有啲好嘅作品創作咗之後翻到嚟可以有大受歡迎，佢有咁樣嘅回流嘅機會都唔一定。咁所以我哋都即係作為一個藝評人，其實我哋就係記錄緊一個文化生態嘅轉變咯。即係我哋寫緊嘅嘢，其實就係某部分公共性嘅書寫，而反過嚟再去思考就係點解會在意呢件事，就係因為某一種嘅鄉土情懷吧。即係我哋對澳門呢個地方有個情懷，因為你放喺一個創作人嘅眼去睇嘅時候，其實我必然要為我自己出生地去服務，或者呢個土生土長嘅地方，要擺晒我所有嘅精力，或者我要淨係講呢個地方故事。我可以講更加多其他故事，或者我所創作嘅作品依然可以去同唔同地區嘅朋友去分享，呢個都係好有價值嘅。而其他地區朋友嘅回響都會滋養翻我嘅生命。世界好闊好大，但係點解反過嚟會在意講緊而家呢啲所謂嘅真空係一件咩事咧？其實可能就係一種情感上嘅掙扎。我諗即係作為觀眾啦，做咗咁多年觀眾，即係可能當然亦都會好希望，無論係新興嘅創作人，或者已經創作好多年嘅朋友，會一方面好想佢哋嘅作品有更多人睇到，因為的確作為澳門嘅觀眾呢幾年都覺得好似會入場睇嘅觀眾朋友越嚟越少啦，都會好希望大家嘅作品有更多人睇到。咁但係即係自己亦都私心好希望，即係如果藝團嘅好嘅作品可以俾自己所謂自己人，或者我有機會喺澳門睇先，都會係一件好期待嘅事咯。係啊，好啊，咁今日多謝晒阿碧啦，多謝晒你嘅分享啦。咁我哋就期待2026年嘅澳門劇壇有更多精彩嘅作品可以俾我哋欣賞到啦。咁我哋今日嘅平地有聲就嚟到呢一度啦，拜拜，下次再見，拜拜。平地有聲，有聲有聲。